Hello，大家好，歡迎翻嚟到 idea try try 廣東話讀書會嘅時間。等我哋一齊用新嘅書同埋 idea 嚟開啟新嘅禮拜。咁今日想講嘅一本書呢，就會比較少少唔同啦。咁書名叫《社工不一樣的專業：社會工作34講》。咁點解無啦啦要講起呢本書呢？咁因為我相信其實都有唔少人會考慮過做社工啦，或者做輔導員嘅工作等等啦。或者近期可能因為 Ben Sir 都出現咗一啲關於到底輔導員係啲乜嘢嘅一回事嘅一啲爭議或者一啲嘅討論啦。咁今日都好想專登去講下呢本書嘅。咁因為咁啱小弟我咧就喺度報緊社工嘅碩士課程啦。咁而好慶幸地咁我都因為呢本書嘅幫忙，咁我都獲得 offer 咁咯。咁因為時間有限咧，我都盡量精簡地去分享陸炳江教授入邊一啲我覺得可以 share 俾大家嘅一啲嘅 point 啦，同埋一啲嘅資訊啦。咁我先講下呢本書嘅作者啦，就啱 mention 到陸炳江教授啦。咁佢就應該係近年退休。咁其實本身之前咧就做過好多嘅 research 啦，同時間都喺 CTU 度教緊嘅。咁其實我本身接觸呢本書嘅緣由咧，都係因為嗰陣時準備緊社工碩士嘅課程啦。咁去準備 interview 同埋 personal statement 嘅時候，咁我就問其他嘅社工有冇咩書介紹啊？咁而呢本書都係佢嚟介紹嘅。同時間我知道其實陸炳江教授咧喺行內入邊其實都係好出名，都好受人尊重嘅。咁就容許小弟我呢個小薯啦。咁雖然小弟其實佢 bachelor 都係讀social science 嘅，我讀社會學嘅。咁同時間其實我喺 exchange 嘅時候，我去咗University of Amsterdam， 我都讀咗社會科學嘅哲學啦。咁我想嘗試去講下到底一啲大眾對於社工嘅印象係點啊，或者實際上對社工係啲咩一回事啊。咁我首先開始咧可以分享嘅嘢就係到底社工同埋 consultant 即係輔導員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咧？咁而其實金炳江教授就喺書入邊就講咗，其實社工喺唔同嘅情況要做唔同嘅角色啦，有陣時都要做一個資源連結或者發動資源嘅角色啦。咁而其實社工同輔導員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社工唔會淨係針對服務對象嘅個人層面，而係關注到底嗰個人喺個環境入邊個 situation 個狀況係點樣，同埋關注嗰個服務對象同環境嘅互動點去建構到佢哋嘅問題啦。咁而我知道啱嗰堆嘢咧都好長，都唔係知講啲咩啦。我覺得簡單嘅區分可以當係其實輔導員多數比較用一個微觀少少嘅角度去到關注嗰個服務對象嗰個人嘅個人層面，例如可能佢自己嘅 personality 係點啊，佢諗法係點啊，或者佢相關嘅附近嘅人，例如可能佢原生家庭係點啊，佢嘅朋友係點，即係會比較微觀少少 focus 喺 individual 嘅層面啦。而其實社工好陣時，或者你都會見到啲社工嘅朋友講，就係點解社工好陣時喺 social movement，或者佢哋都成日掛住一個可能社會公義嘅呢樣嘢咧，咁係因為社工同時間都會 balance 咗微觀同埋宏觀嘅。咁而宏觀係講啲咩咧？咁啱啱特別有兩個 keywords 會特別去到想講多少少啦。第一個就係嗰個服務對象嘅環境啦，同埋服務對象同個環境之間嘅互動嘅 interaction 啦。咁即係咩意思咧？咁喺社工入邊有 concept 叫people in environment 啦。咁或者對我嚟講比較近啲嘅 concept 就係似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啦。即係你可以當嘅係其實嗰個人喺個環境入邊咧，最後出現到 issue 唔係純粹係因為佢人嘅問題啊嘛。例如可能一個人點解佢瞓街，唔係咁，當然係有機會係因為佢可能自己冇去做嘢好懶啦。但問題係佢瞓街唔係淨係因為佢個人問題而導致佢瞓街噶嘛。可能係社會 support 唔夠，可能包括係錢嘅 support 唔夠啦，或者係一啲幫佢揾工作嘅機會唔夠，或者個 market 上面根本上冇咁多工作，咁總係有啲人係揾唔到工，可能導致佢哋最後要瞓街㗎。咁而類似咁嘅 concept 啦，而去到第二個就深入啲嘅就係嗰個人同嗰個環境嘅 interaction，即係點咧？interaction 比較似嘅就係即係你當一個人同社會唔同嘅狀況咧，佢唔係一個單向嘅過程，佢係一個類似一個循環，佢哋不斷有互動，不斷有 interaction 嘅。而你可以諗呢個互動咧，唔單止係呢一刻，可能個服務對象而家甚至乎10年後都係同社會唔同嘅處境嘅變化有一個互動。咁所以其實你都會因應個社會嘅情況而去做某啲嘅嘢。例如我當 let's say 我當你而家經濟好好嘅，你成日吸毒嘅，咁而經濟好好嘅情況下，可能僱主都願意去俾多啲機會一啲再即係
即係教完讀出翻嚟嘅人咁樣啦。咁所以你又有份工啦。咁而當你有份工嘅時候，可能社會經濟突然之間又更加好，更加多勞動力，咁個經濟咪越嚟越好，咁導致可能之後可能都會多啲 policy 或者多啲嘅資源去幫助啲人戒毒啦，諸如此類啦。但係諗下，如果 let's say 突然之間香港因為某啲 issue 可能經濟 issue 或者一啲political 嘅 issue 導致香港經濟差喎，咁香港經濟差嘅時候佢冇咁多資源，係咪又導致咗嗰啲戒毒嘅人士可能得到嘅 support 冇咁多咧？咁所以佢係一個不斷地變化同不斷地有 interaction 嘅一個 process 嘅一個狀態咯。咁而其實每個人都會係咁噶，咁所以概括嚟講就係其實社工唔會覺得服務對象面對嘅嗰個問題係佢個人嘅問題，係個 personal individual 嘅問題，全部都係因為佢原因咯，反而係同佢身邊嘅環境係同一啲可能資源上缺乏相關。咁所以呢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分別咯。同時間都係點解啲人會講例如你做社工要有同理心啊，因為其實你好容易諗噶，如果你冇同理心或者冇同情心咧，你好容易一嘢就 blame， 一嘢就怪咗條友你冇錢或者你瞓街係因為你渣咯，因為你蠢咯。咁呢啲一嚟冇同理心乜嘢，就係呢個唔係現況咯。即係一個人佢最後 end up 嘅狀況 end up 嘅 situation end up 嘅 position 唔單憑係一個佢能力上嘅問題或者個人上嘅問題噶嘛。咁正正就係因為社工佢相信其實唔單止係個人問題，係身邊環境嘅問題。咁所以呢個時候社工會做啲咩，同埋佢哋想做啲咩啊？就係去幫嗰啲服務對象去到認識佢哋要嘅資源啦，同埋去幫佢哋 connect 到佢哋需要嘅資源咯。因為有陣時好簡單嘅就係啲 information gap 咯，例如可能嗰啲人本身嘅 self， 即係例如可能戒毒嘅人或者一啲比較邊緣化嘅群體，佢本身嘅 self image 已經好低，覺得我而家呢個情況好差，社會上面啲人又唔中意我，又好似有啲歧視我，即係路過啲眼神咧又好差咁樣，佢覺得社會冇人幫到佢噶啦，佢不如放棄自己啦，咁樣去 loop 落去啦，好負面地。但問題係事實唔係咁噶嘛，可能社會上邊其實係有一啲資源可以幫到佢，但係佢哋只係一嚟唔知啊，二嚟就可能佢哋唔知點樣去揾或者唔知點 approach 佢哋啊。咁所以社工就比較似係中間人嘅嗰個角色咯，去到發掘同埋去到 match 翻啱嘅資源去俾需要嘅人。咁雖然呢個時候咧，就有啲人喺度笑社工係咩報警狗啦，尤其是喺 school 嘅 setting 學校嘅 setting 啦，因為好多陣時大家都會覺得社工只係一個人去到不斷去到 refer resources 啊，或者只係報警，即係不斷去到做中間人啊。但係實際上好似冇乜價值，或者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同社工傾偈，覺得傾完之後其實都解決唔到問題，社工都係得個傾字冇撚用，或者社工只係將我抌俾第二條友，佢純粹係一個咁嘅角色。點解佢係一個專業？點解佢會有牌咧？咁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咁我都 hopefully 希望自己讀完2年社工 master 之後會有一個答案啦。就正如好老實講，我開始讀 social science 就要讀到 year 3嘅時候，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到底點解 social science 會係 science 咯，即係佢係一半你當一半 humanity， 一半係 science 啦。但係到底佢 science 嘅話喺邊咧？點解佢係即係點解佢啲方法可能未必同 science 完全一樣都好，但係佢都可以叫做 science。咁所以小弟出於好奇啦，咁都喺 exchange 嘅時候去咗間幾好嘅大學去讀咗即係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去到了解下啦。咁係咯，我都希望2年之後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同埋可以翻嚟去到再 echo 翻呢個問題，再同大家 share。咁或者而家喺呢本書我都可以答到嘅就係到底即係點解社工要 referral resources， 或者開始咁講，即係社工係扮演一個資源連結同埋發動資源嘅角色咧。咁係因為其實我都幾 buy， 我自己都比較去 buy 一啲中間人或者比較宏觀啲嘅 approach，instead of 好微觀嘅 approach 去幫人。因為我覺得即係有陣時人係得咁多啦，有呢個社工嘅資格得咁多啦，即係或者有能力去到幫到人嘅人其實數量唔多，咁所以可能而諗下係反而係我都幾 buy 嘅，就係社工一個 concept 或者一個信念啦，就係可能助人自助啦。簡單啲講就係佢哋會希望其實佢唔係想去到幫你直接，佢係想去到 empower， 令到你自己可以幫翻自己，或者更加遠嘅理想就係可以令到你幫完自己之後，你可以再幫翻一啲同樣 suffer 過差唔多困境嘅人，你可以從一個個人嘅角色去到幫助一啲需要幫助嘅人。咁呢一個係一個最理想、最 ultimate 嘅
vision 嘅一個願景咯。咁所以社工其實佢唔會淨係依靠住自己做到啲乜，或者個機構提供到嘅資源去幫助啲服務對象咯。即係佢唔會淨係自己做晒所有介入嘅工作，反而佢會諗嘅就係到底社區資源入邊有冇啲 assisting 嘅嘢可以去到幫到手咧，或者可以一齊 merge 埋一齊去到幫到手咧。咁啊，因為社工其實相信社區入邊咧，其實好多係有待發掘可以運用到嘅有用資源咯。而其實呢啲資源比社工直接去幫個 user 或者幫嗰個人咧，其實更加恰當、更加直接咯。就例如我啱講嗰樣嘢啦，就係如果你要幫一個教育人士戒毒，可能你可以做嘢好多，例如可能你可以 as 社工角色，或者你可以揾個輔導員去幫佢輔導下啦。但係社工覺得咁樣未必好有效喎，咁不如去到幫一啲已經或者應該係不如去揾一啲已經成功戒毒嘅過來人。其實佢哋嘅經驗、佢哋嘅 wisdom、佢哋嘅經歷，往往係比於社工嘅知識更加有用嘅喎。因為社工未必個個都吸過毒噶嘛，咁佢唔知道戒毒有幾困難，即係社工一個人嘅知識係有限嘅嘛。咁不如相信下其他人，或者去用佢哋嘅知識、用佢哋嘅能力咯。咁所以呢個時候，社工就比較似係會動員一啲過來人去到幫助嗰啲戒毒嘅人去到做 rehab 去到康復嘅工作咯。咁而其實呢本書嘅內容都頗多啦。咁其實我都好難去講晒成本書，因為我成本書都幾有興趣想講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對呢本書或對於社工有啲咩問題或者想知啲咩咧，都可以留言話翻俾我知，想知啲咩問題啦。咁我覺得可以再錄其他 podcast 去到解答翻你哋嘅。咁因為我知道其實今日呢個 topic 話呢本書未必咁多人有興趣啦，咁所以我都 keep it short，唔好搞到呢集咁長啦，就主要講咗一啲 misconception 同埋一啲 myth 咁樣就好啦。咁都希望你今集入邊有啲得着，會中意今集嘅內容啦。咁去到最後，如果對於個人成長、生產力、身心健康興趣嘅話，都歡迎 follow 我哋嘅 podcast 同埋留5星好評，或者留 comment 話翻俾我知道你點諗啊。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同一時間再見，呢度係 idea try 廣東話讀書會。